你嘅手機係咪亦都出現咗越嚟越多嘅 AI 短視頻，搞笑嘅、荒誕嘅、科幻嘅、吐槽職場嘅，林林總總乜都有。哇！你啱啱開始睇嗰陣時候覺得好有趣，但係當你發現，咦，10條有5條都係 AI 嘅時候，我突然間意識到呢件事好似唔啱。你知唔知喺僅僅半年嘅時間，使用 AI 製作圖片同埋視頻嘅中國網民就從25.6%漲到31%，而 AI 短視頻領域嘅融資規模亦都從3年前嘅3億飆升到舊年嘅100億以上。呢啲數字嘅背後係我哋幾億人主動、心甘情願咁樣，每日將我哋對眼啦、我哋嘅思維全部交俾佢。而我哋嘅大腦正喺度慢慢咁樣靜悄悄咁樣降低對真實2個字嘅判斷標準。當我以前見到一個非常之離譜嘅畫面嘅時候，我第一個反應就係哇，真定假，堅定流啊！但係而家再當我見到呢啲離譜嘅畫面，我第一時間反應就係哇，呢個 AI 做得幾好啊！當我哋嘅懷疑被欣賞取代咗，而我哋自己毫無察覺嘅時候，你會覺得呢件事好恐怖。有人話 AI 其實都唔關我事啊，係嘛？佢搶走嘅係你哋創作者嘅飯碗啫，同我嘅生活無關啊。但係我想講嘅係，比起創作者嘅飯碗更加大殺傷力嘅嘢，你冇意識到。喺以前，人同人之間嘅差距從來都唔係天賦所決定嘅，而係有2樣嘢決定。第一，你掌握幾多嘅信息；第二，你處理呢啲信息嘅能力有幾強，而就係傳說當中嘅信息差。呢2條護城河喺過去幾十年，又或者好長嘅一段時間，養活咗無數嘅行業啦、無數嘅崗位啦、無數個你我他。但係 AI 而家用緊一個最快嘅速度，將呢2棟牆同埋呢個信息差一舉擊破。喺大多數嘅情況底下，只要你想知道嘅，冇咩係 AI 查唔到嘅；只要你想做嘅，冇咩係 AI 搞唔掂嘅。一個啱啱入行嘅新人，佢可以借助 AI 喺3日嘅時間之內追上人哋3年嘅知識經驗積累。呢個唔係搶飯碗啊，而係經驗嘅價值已經可以忽略不計。更加深嘅一件事係關於人類嘅想像力。人類幾萬年嚟一直都係做緊同一樣嘢，就係想像。我哋嘅腦海入邊想像一個畫面係我哋最古老嘅能力之一。詩詞歌賦啦、神話啦、夢境啦，今日人類所創造嘅一切啦，燈光啦、攝影機啦、飛機啦、大炮啦，全部都係喺咁多年人類生存史上邊，通過人類嘅不斷想像實踐實現。所以從某一個角度嚟講，想像力係人類進化嘅一個基石。但係而家，喂大佬，你唔需要想像咯，你一句說話 AI 可以直接生成俾你。而我哋呢一代人好有可能係生存喺地球上最後一代真真正正經歷過想像訓練嘅人。咁講到呢度，唔知道你會唔會好似我咁呢？一路喺度鬧 AI 如何這般那樣唔好，一路用 AI 用到停唔到落嚟。而呢一樣嘢咧，亦都係算法反向工程算出嚟嘅完美刺激物。內容生產端同埋成癮機制完全打通咗。我哋以為我哋喺度睇緊短視頻，打發下時間啦，輕鬆下啦。但係實情就係視頻喺度餵緊我哋。我哋以為我哋選擇可以睇啲咩視頻，唔睇啲咩視頻。實情就係 AI 通過大數據推送啲咩，你俾佢選擇咗。我哋以為人類仲掌握緊對呢個世界上嘅控制權，但係實情就係我哋已經慢慢失去咗對自我嘅掌控。悄無聲息，我哋自己都意識唔到。所以你嘅判斷力、你嘅想像力、你嘅專注力，同埋你可以作為一個清醒人嘅能力，喺 AI 嘅時代，究竟可以點樣慢慢收翻嚟？